你有冇試過走入間房，又突然之間唔記得自己係要入去拎啲乜呢？又或者話到嘴唇邊，點樣都諗唔起嗰個人叫咩？你以為自己只係老咗？其實科學話俾我哋知，大腦由30歲就開始靜靜雞咁老化㗎啦。好多人擔心屋企老人家記性變差，甚至驚失智症揾上門。你可能都聽講過，話食豬腦補腦，食銀杏即係白果啦，話可以預防老人痴呆咁話喎。呢啲流傳已久嘅說法到底真唔真㗎？今集節目我哋就一齊去破解呢啲健腦嘅誤區同迷思啦，仲會介紹專為延緩腦退化、預防失智症而設計嘅麥德飲食個喎。開始之前都請大家先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嗰啲好驚自己腦退化嘅朋友仔睇喎。完成咗，我哋就即刻去睇下有乜護腦好方法啦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營養快訊，我係 YY，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。過去15年，從協助學術研究、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，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，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。一句講晒，最緊要快樂，活在當下，享受人生。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。喺呢個系列，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，唔講咁多廢話啦，即刻去片。首先，我哋嚟破解一個流傳已久嘅觀念先，以形補形。好多人覺得食豬腦就可以補腦，但事實真係咁嘅咩？答案係唔建議咯。從營養學嘅角度嚟睇，豬腦確實含有卵磷脂同膽鹼，但同時佢嘅飽和脂肪同膽固醇含量亦都係極高個喎。一個豬腦嘅膽固醇可能超過2000毫克，已經係成人每日建議攝取量嘅7倍以上㗎啦。而問題在於高膽固醇飲食會增加血管阻塞嘅風險，進而提高中風同血管性失智嘅機率咯。換句話講，你唔係響度補腦喎，反而可能傷緊個腦都唔知啊。更重要嘅係，目前並冇任何可靠科學證據證明食動物腦可以預防腦退化咯。再加上動物腦部組織如果處理不當嘅話，仲可能存在感染風險添。因此響度一啲都唔建議大家用佢作為護腦食物咁食啊。而另一個比較常見嘅補腦食物呢，就係銀杏，即係成日食嘅白果啦。銀杏葉萃取長期被認為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改善記憶力個喎。但科學證據其實並冇咁樂觀咯。確實有啲小型嘅研究顯示，銀杏對於輕度認知障礙可能有短期輕微嘅幫助嘅，但關鍵在於更大規模、設計更嚴謹嘅臨床試驗，結果大多數都指出，對於預防阿茲海默症或者提升健康人士嘅記憶力，其實都冇乜顯著效果咯。所以只能夠話銀杏嘅效果證據有限，結果不一致。所以並唔可能當作可靠嘅防失智方法喎。另外，亦都要注意嘅係，銀杏好可能會同抗凝血藥物產生交互作用，增加出血嘅風險㗎。所以，如果有食開特定藥物，都要問清楚醫生嘅意見啊。既然偏方唔可靠，咁樣到底應該食啲咩先至真正有助護腦嘅呢？目前研究最支持嘅都唔係單一嘅超級食物咯，而係整體嘅飲食形態。其中最出名嘅就係麥德飲食法啦。佢結合咗主張食多啲天然原型食物嘅地中海飲食，同講求以高纖、高鉀、高鈣、高鎂、低飽和脂肪同埋低鈉為主嘅德蔬飲食啦。所以麥德飲食法嘅重點就梗係多食啲護腦食物，少食啲傷腦嘅嘢啦。研究顯示，長期遵循麥德飲食嘅人，失智風險可能更低，大腦老化速度亦可能比較慢添。咁樣，真正對大腦有幫助嘅食物又有邊啲呢？可以先記住呢3大護腦代表。第一，深綠色嘅蔬菜，好似菠菜、羽衣甘藍同西蘭花咁，有豐富葉酸、維他命 K 同抗氧化物，有助維持認知功能㗎。而第二個代表呢，就係莓果類啦，尤其係藍莓同士多啤梨，含有花青素同多酚，可以幫助對抗氧化壓力嘅。跟住最後，仲有含豐富奧米加3嘅魚類咯，好似三文魚、青魚、沙甸魚咁，有助維持神經細胞膜嘅健康，支持腦部正常運作㗎。除咗呢3大類食物之外，麥德飲食都好重視橄欖油、堅果種子，好似核桃、杏仁、亞麻籽呢啲，仲有豆類、全穀類同其他蔬菜嘅攝取㗎。
呢啲食物提供到健康優質嘅脂肪、纖維、維他命 E 同多種植化素俾我哋，對保護我哋腦部都好關鍵㗎。而亦都好重要嘅係，大腦老化同氧化壓力、神經發炎、血管健康下降都有好密切嘅關係㗎喎。所以，當飲食中長期充滿高糖、加工食品、反式脂肪嘅時候，就可能會增加身體發炎，加重自由基嘅壓力㗎啦。相反，地中海飲食同埋德舒飲食嘅呢類形態呢，就更有利於維持血液流動，降低發炎，而且仲會保護神經細胞添。所以話呢，麥德飲食嘅核心並唔係去追求某一種超級食物，而係整體嘅配搭咯。換句話講，護腦效果最好嘅方式，通常唔係靠某一樣食材夠全場，而係將蔬菜、莓果、魚類、堅果、豆類同橄欖油變成日常飲食嘅一部分啦。另一方面，麥德飲食亦都主張少食啲紅肉、奶油、甜點、油炸嘅食物同埋高度加工嘅食品個喎。想保護大腦，真係唔需要迷信偏方咯。真正有效嘅係長期、穩定、科學化嘅飲食習慣。就由今日開始，先將餐盤嘅一半換成蔬菜，再加上一份莓果、一份優質油脂，再一星期食幾次含奧米加3嘅深海魚，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㗎啦。嗱，飲食其實都只係全幅拼圖嘅一部分㗎咋。規律咁做下運動，有充足嘅睡眠同社交活動，再加上持續咁學下啲新嘢，同樣係保護大腦嘅重要因素嚟㗎。所以都建議每星期至少要有150分鐘中等強度嘅運動，咁就可以促進到血液循環，幫助我哋大腦嘅海馬體生長出新嘅神經元啦。而充足嘅睡眠又點解咁重要嘅呢？咁係因為大腦會清除類澱粉蛋白，呢個係阿茲海默症嘅元兇嚟㗎。建議每晚都盡可能瞓到7至9個鐘啦。而最後多社交，多學啲新技能，就可以保持腦部刺激，亦都有助建立認知儲備，延緩腦退化㗎。而家都想問問大家，響護腦嘅策略上面，有冇邊一項你而家已經做緊嘅呢？1. 已經實行緊麥德飲食。2. 實行緊地中海飲食模式。3. 每星期都有做中等強度嘅運動。4. 有充足嘅睡眠。5. 都幾注重社交，經常會約下朋友互動㗎。仲有6. 會經常學下啲新技能個喎。快啲留言話我知你響護腦上做過啲乜啦。總而言之，想護腦最緊要嘅並唔係揾啲咩超級食物，而係要建立長期而穩定嘅生活模式。都老生常談㗎啦，多食啲莓果、深海魚、蔬菜、堅果同全穀類，少食啲高糖、反式脂肪同啲加工食品啦，再搭配埋運動、睡眠、社交同學習，先至係更可靠嘅防腦退化策略咯。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，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埋俾朋友，並且訂閱我嘅頻道，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